就 BB 啦，自己陪住 BB 啦，或者過程都好唔係好遺憾，身體上即可能好多都好受唔知啊，做義工都要別人嘅程度不到，所以就只可以過嚟送卡啦，跟住捐錢啊，同埋喺屋企就擔心咯，自己爸爸都係做消防員，即係好到第一日就即係有消防栓，即刻考到消防員證書，咁我就都要支持人哋，但係就唔擔心。因為即係我覺得小朋友佢都係喺呢一個時代出世啦，咁都希望佢知道，即係喺佢未，佢而家可能未必知道發生緊咩事，但係希望佢日後都知道，香港發生咗件咁緊要咁重要嘅事。咁因為今日我都係即係覺得做完嘢過嚟都心情平復唔到啊，所以想帶埋老婆仔女過嚟。即係一齊去俾佢哋去令到即係覺得可能，因為佢哋個心情集喺屋企，咁過嚟一齊去獻花啊，咁就希望各位受影響嘅人啦，都可以盡快平息。我相信每一個人，即係唔係喺場外見到，喺場外見到都會覺得點解會咁樣啊？或者係發生咗咁大件事，你喺出邊見到嘅同入邊見到嘅，可能你都會想像得到。咁啊，過咗嚟咁即係可能對比起琴日、前日呢兩日嘅兄弟。即係做到嘅可能好少啦，但係即係自己會有一種可能，即係可能未必幫，即係未必好似佢哋咁幫得到手。但係即係我自己都需要評估一下，因為即係當然大家都喺呢場火災，無論係各個職業嘅人都係好多唔同嘅感受。咁可能自己或者每一個人都好難去平衡到啦。咁啦，希望屋企人啊，或者廣大市民都係啦，盡快走出傷痛，但係就要幫翻呢個我哋受影響嘅居民啦、所有人啦，咁係啊，同埋照顧好自己家人，珍惜自己每一日同埋自己身邊嘅所有嘢。